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係5月8號星期四，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5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4567萬。咁由於上一期嘅頭獎只有5元一票獲中，及二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924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68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黃書明 MH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婦聯行政總監謝永恒先生，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香港婦聯創立喺1996年嘅，以建立自信、自尊、自立、自強嘅意識，促進婦女發展、提升婦女質素、關注婦女及兒童權益、倡導婦女服務為宗旨，致力推動婦女工作。香港婦聯轄下現有8個直屬社會服務單位，聯同團體會員開設嘅60個社會服務單位，主要社會服務範疇為婦女發展、兒童及青少年支援、家庭支援、長者支援、輔助弱勢社群及綠色生活等等，為婦女同埋市民提供多元化嘅社會服務㗎。詳情可以瀏覽機構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660810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喺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51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3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3。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7。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7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7。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1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1。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2。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6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6。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6號、11號、17號、22號、27號、43號，而特別號碼係24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包括有黃書明 MH 太平紳士，以及就係謝永恒先生，再次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